今日金價咧，尋日先創歷史新高3500蚊啊，轉頭咧就急跌180蚊，真係睇到冷汗都出晒啊！講真啦，我炒咁耐金啊，從來都未見過個波幅可以去到咁癲嘅。今日嘅市場反應咧，主要基於兩點。第一咧就係關稅風向咧突然轉溫啊，市場預期關稅戰咧有機會出現轉機。第二咧就係全球最大嘅黃金 ETF SPDR 咧持倉減少，黃金咧又衝上雲霄，當堂咧變咗做地心探險機咯。依家個走勢咧，黃金好大機會已經見咗頂。如果本星期金價唔可以收翻喺3400蚊上方咧，就真係有機會喺短期見頂啦。而3300蚊咧係前期嘅大支撐，如果確立跌穿咧，基本上咧亦都可以確定勢已經轉咗啦。但係正如我之前所講啊，升得咁急速，調整咧係必然會發生嘅。而喺調整期間咧，嚴控倉位同埋嚴守止蝕咧就係基本嘅生存法則。今日嘅操作咧要靈活應對，考慮逢高沽逢低買作為主要策略。今日策略啊，做多策略，入場位3327附近做多，止蝕咧就做3300蚊，而目標咧就睇3352附近，搏短炒回彈。而做空嘅策略咧，如果佢翻上去3360樓上咧，就可以搏沽空，止蝕咧就放喺3386，目標咧就睇3335附近。重申一次啊，波幅巨大咧，爆倉係1秒嘅事，震盪市咧唔係炒技術，係炒節奏同埋反應啊！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